女人啊，過咗45歲，一定要為自己留3條後路。最後一點最重要，希望你耐心啲聽，越早明白越好。第一，有錢可以使。如果你而家係20到30歲，你當然係有底氣可以照顧好自己咧。但係如果你去到45歲，離退休年齡又唔遠，萬一同老公離婚，冇啲存款，我問你點搞？第二，有家可歸。年輕嘅時候一定要學會儲啲錢，買一套屬於自己嘅樓，一定要買，因為呢個係你嘅底氣，呢個係你嘅保障。如果同老公嗌交，總唔能夠喺車度捱冷抵餓係嘛？第三就係有人可以愛。每一個年齡有每一個年齡嘅難處。45歲好多人都到咗更年期，心情情緒都唔係咁穩定。喺呢個時候，人係需要一個支柱，哪怕只係傾訴一下、抱怨一下。當然，我最希望嘅就係呢個人能夠同你唇齒相依，攜手走完一生嘅老公啦。你話係咪？